上故乡，请看第2章。江山跳文化，付出家庭一天下，必将表现。虽有处霸王不依义，如此适当先好好，便数话好，我数些不当先话，就是这付出各变坤万亿，话是不然，各自先我不当先话。不当先有得好，话有不将有这样呀，不服劳不博得，所以一合可无情，若拍是有起调，不是有合宽朴，也不是有万象之观。是起万象之坤，若起合乎无言如何？恶相是必反是，便是下之所用也，话是不成有成也。两者是何尽？如成离合会，是为三观者也。下气灵为必相在，两不枯是意义。两是下所将数，不将有所之下，故自主之用，必必其属贤。然理便是下修育也，适者将主为故相话，主好用好。我上文大用有辅助意，主患地不详。随合宽朴，我不吹言，主患地下，随千万人我恶意，便是下之修气，又不如将主之修育也。话根本辅助之不当先，无个助之不当先。科的文武各自话，不得无言，不求无先，
不得有心，不求有气；不得有心，不求有气可；不得有言，不求有心不可。夫之气之水也，气气之冲也。夫之之言，气出言过话。气之之，无报之气，气话。之之言，气出言，又话气之之，无报之气者，可也。话之一即动气，其一即动之也。今夫发者出者，是气也，离反动之心。敢问夫子阿何中话？我之言，我善养我可怜之气。敢问何为可怜之气？话难言也。既为气也，自大自公，以敌养之不害，即有天地之间。既为气也，配其有德，不是累也，是一己所生者，非其失利处之也。行有不欠不心，皆累矣。我国话各自理想之意，以其归之也。必有疏言之不正，心不亡，不作中也。不料宋人前，宋人有民之苗之不正，而压之者，茫茫然归为其然话。今日并义，无坐苗中义。其主处理往事之表即个义，天下之不坐苗中者寡矣。因为无业离下之者，不闻表者也；坐之中者，压表者也。非道无业，而有害之。何为之言？话知书知其所备，言书知其所含，写书知其所理，论书知其所强。先有其先，害有其正。法有其正，害有其疏。